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1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看标出汉他病毒的荷兰游船，这旅客已经陆续回国。不过，其中一个法国旅客讲，伫咧坐飞轮机的时开始出现镜头。这法国官方嘛拍算对相关的旅客隔离6礼拜。也美国是对旅客无任何作为。这世界卫生组织嘛警告讲，恐惊造成疫情的风险。法国总理勒克努甲卫生部车站证实，爆出汉他病毒感染的洪提亚斯游轮有5个法国人，其中一个人伫专机出现疑似的镜头，5个人落飞轮机了后，随送去到巴黎的碧夏病院隔离72点钟。出现镜头的乘客24点钟内就知影敢是确诊，其他无镜头的乘客会当去厝里隔离6礼拜，也是欧洲目前上界严格的隔离措施。Alors l'incubation, elle est de 6 semaines. Alors elle est souvent dans les 15 premiers jours, mais elle peut aller jusqu'à 6 semaines. Pour cette raison que nous prendrons des mesures d'isolement qui dureront les 6 semaines. 西班牙卫生部长贾西亚表示，车站拢总有来自19个国家、94个洪提亚斯的乘客，对加那利群岛当中的特内里费岛坐专机回国，也有部分乘客坐飞轮机进前，伫机舱的门边翕相做纪念。这届回国的乘客当中有18个美国人，目前拢无镜头。美国疾管局 CDC 表示，这个乘客回国了后会送去到内布拉斯加的医疗中心观察，不过无进行隔离的必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美国的做法可能有风险。Do you have any respons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might be a country that is not going to follow those guidelines? That may have risks, but of course we don't force them except proposing. Thank you. Our advice is clear. Starting from May 10, 42 days with active follow-up, 42 days of quarantine. 因为部分乘客伫游轮确认有汉他病毒进前，就已经先落船返去厝。目前各国政府当咧积极追踪这有风险的人员。部分公卫专家质疑美国 CDC 的做法不够积极，犯了这种有人为人染疫的病毒，会对乘客返去入去美国的本土。不过，嘛有专家强调，汉他病毒甲新冠病毒、流感的病毒其实是无同的。目前对公众造成的风险也是真低。洪迪亚斯游轮旅客回国的作业，11伫澳洲甲纽西兰最后2架飞轮机离境了后，就全部结束。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台北市长周万安是宣布讲，12个行政区大消毒。台湾爱市协会的呼吁大众，爱用环境治理代替甲鸟鼠投死的手法，嘛减少这鸟鼠的食物来源，这鸟鼠的数量才会减。斟酌摒扫维持环境的清气来防治鸟鼠。台北市七月开始正式启动12个行政区接续的全面大清消，第一站就对中山区开始，正式启动台北市12个行政区接续的全面大清消，而且就从中山区开始，所以我也特别请产业局、卫生局、环保局等相关单位到现场，以及会要求业者做好整体的环境卫生。台北市鸟鼠的问题是引发讨论，真侪民众伫公园和街仔路拢有看到鸟鼠药啊。敢有认为讲环境部应该订定相关准则？周万安讲，鸟鼠药啊是环境用药管理法规范的，希望中央有全国一致的标准，无就会造成各地方拢是无同款的做法。清除环境中的脏乱点啊，或者是这些老鼠的食物，这个才是正本清源的一个方式。那至于说投药本身，这是一个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台湾爱市协会嘛呼吁大众以环境的治理来取代毒杀的思维，认为鸟鼠的问题无应该红港化做成鸟鼠伤济，是环境治理无效的精神。那下次无测定食米和生团的来源，抗药的速度是比不着鸟鼠生团的速度。野生的鼠呢，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我们人类的城市、人类的生活环境出问题，治理不科学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投放再多的鼠药，用物理的粘鼠板或是其他残酷的方式，是完全赶不上它的繁殖速度的。民团呼吁政府应该参考国际经验，甲解决鸟鼠的问题提升做多次治理的方案，不是干那停伫第一期的喷药啊和消毒。尤其伫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鸟鼠类的活动时间变长，干那对源头等伊的食米、风岛生团的空间，才会当真正解决鸟鼠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爱丽丽集团逼出偷袭的案件，即马台北市的产后护理之家也向指控讲共偷袭，警方已经查考相关的证物，也通知到案说明。卫生部也按算拜三要开会，检讨医疗单位温书保护的相关机制。
来回检测设备，那医美诊所好亲像牵涉偷袭，即马搁换产后护理之家，互人怀疑有健康偷袭。现场查控烟雾侦测器含线路证物，附通知负责人至本分局接受调查。全案将依妨害性隐私、妨害秘密、医疗法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互人指控的过来中心，就是台北中正区的瑞温产后护理之家，18室的天棚，互人发现好亲像有改造烟雾侦测器的健康设备。警方考虑相关证物，通知负责人告案。有什么话要说吗？业者上新的声明表示，主动配合调查，各项空间设施符合法规，无任何违规的监控设备，绝对唔捌伫私领域增设摄影设备的想法甲行为。本来就知道有装针孔吗？风波嘛探到公职诊所，检方扩大侦办，各约谈5个 IT 部门员工，询问了后以50万块交保。不过争议持续扩大，县医诊所同款互人点名，好亲像偷袭，消费者真不安，就需申请退费。他们原本是要求我们提供账号，但是我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会转账？”他就说他们也不确定，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怕我们一回去之后，他会不会就不了了之？那我们就是坚持在那边等着要现金。县议的退费机制引起顾客不满，批评处理态度消极，把拒绝现金退费，搁找一寡理由减少退费。为查到统计到7早起，台北市已经接到5件甲县议诊所有关的申诉案件。县医诊所发声明表示，第一线员工承受压力，过程若是说明无完整、用词无适当，致使消费者感受无好，直接毁失的。嘛补充说明，各分店已经准备好200万以上现金，拢会办理现金退钱。这件医美界的风波为安尼内一直扩大，卫生部11日发文予地方卫生局严格调查安尼内是毋是有牵涉到违规，相当会当依法用停业甚至废除执照。我们会在礼拜一的时候行文给艾尔利所在的这个卫生局进行停业处分的一个餐具这样子。那主要卫生局还是要去看他们的查到的证据怎么样来对应这个我们的违规的情势。卫生部一定拜三邀集地方卫生局也有医界团体来开会，共同讨论医疗机构隐私保护甲查核机制，会搁再声明即卖规范。记者采访报道。今仔另外一件是伫咧台南中西区的连锁的眼医美诊所，也传出讲共偷袭，这诊所负责人甲店主拢向叫去问过，以30万甲5万交保。烟雾侦测器内藏监视镜头，医美诊所检控偷袭案继续探烧。台南卫生局最近扩大稽查协过来，医美甲美容美体机构采购伫连锁品牌眼医明位伫中西区的医美诊所美容室，发现亲像监控顶设备随通报检警处理，佮要求拆除。侦验器内发现疑似针孔摄影的设备，那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那经查，该医美诊所在全国登记有5家分店，其中2家在台南市。业者表示，店面是3年承接自艾尔利，所以用原本的监视设备，目前台南2间诊所只有中西区查核监控设备，因为眼医明伫高屏地区也有3间诊所，高雄卫生局协报采购去三民区诊所稽查，虽然无发现监控，也毋过诊疗室甲治疗室要监视器。为确保民众就医安心，本局已征得妇德医师同意，并悉回监视器主机，交由检警单位进一步厘清调查。连锁医美连续发生亲像偷袭，引起患者惊吓。经过检方讯问，眼医明细5负责人甲细楼店长分别以30万甲5万交保。后续检警甲卫生局会继续调查。卫生局也提醒医疗机构严守医疗隐私维护规范甲医疗法，若发现违法的代志，会严格查办。记者综合报道。刚才讲到，警察掠接毒赛车对去年11月开始，有咧用验喙烂的方式。不过，月初伫咧彰化一站车死亡案件，所讲因为这警察对验毒的程序无熟，这检验报告竟然漏交，只要当场人放走。让警察最后是向以枪犯犯人罪移送法办。毒驾轿车报名高速冲浪骑机车人了后，随后搁伫路桥顶冲浪对向的车。这个月初是发生伫彰化的毒驾驾驶，造成2名无辜的民众死亡。伫全国毒驾案件一直升悬，毒品喙烂快太执法。去年11月20正式上路，也毋过有基层警员亲像对相关的定数无啥了解，防以枪棒人权罪嫌上班。因办理毒驾案件对法律程序误判，
自有未依规定处理之疏失而不慎触法，本案经地检署还起诉，相关行政责任后续将另依规定办理。台中市第5分局4平派出所2名警员今年1月19透早2点，查到亲像度假的姓区查甫人，经过毒品喙烂快胎，呈现毒品K他命反应，搁伫车顶查扣4.8公克K他命，以公共危险度假现行犯逮捕。也毋过移交侦查队的时，因为欠着要报告予值班侦查组稽收，最后派出所警员将案件改用函送，搁帮走姓区的嫌犯。一般来说，你的重犯人犯是说在非常的清楚的情况之下，你抓到之后，你其实就没有真的想要逮捕他，就直接把他放走的。这种一般来讲，检察官会认为比较恶性重大会被起诉。但是因为像这个案件比较像是程序上的疏忽，或者是说经验不够所导致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变成说他可能认罪之后就直接让他用缓起诉就把它结束掉。第5分局表示，2名派出所警员甲这位侦查组和分局以涉犯刑法公务员创办职务上依法逮捕自尽罪嫌，函送法办。2位派出所警员承认犯行，表示反悔，检察官予因原起诉。值班侦查组是查无犯罪事实，得到无起诉。警方强调，已经将本案列回案例教育，加强警员法纪训练甲联系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彰化鹿港一间废工厂火烧，因为内底用囤大量的废物甲粪扫，这火是炭甲真紧，加在是无造成伤亡。详细导火原因是搁爱调查。铁厝工厂全部烧起来，真大火焰呛甲半天悬，几落公里外就看得到。彰化县鹿港镇轮尾巷一个无路用的工厂，七十早起11点外传出火灾，因为厂房内囤放真侪废弃物，搁加强风，互火一直烧起来，煞未收山。消防局派真侪人甲车到场拍火。它在中间的废弃物那个起火燃烧的，然后有往前面仓库内。那个大量的废弃物这边做一个燃烧，现场那个紧邻那个台61线我们立即有通知警方来做一个交管，也有部署车辆在上面一个做一个灭火做一个防护。火灾现场是3联栋的铁厝工厂，总面积900平，其中600平拢烧去。消防队员为3个方向同步抢救，除了用怪手开挖，嘛伫瓦近的第61线西滨快速公路布水线阻挡火烧炭。不过当地代理里长是讲，这个厂房早就停业断电，唔知影是安怎会导火烧起来。无会做啊，伊个嘛有断，伊个台电的来啊，讲伊内底有断灯咯。因为现在全面燃烧中，我们人眼也没办法太靠近啊，所以里面到底堆什么东西，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接近去看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做那个空气品质监测。大火伫7下晡4点控制，不过一直到尾暗5点，现场也搁伫做暂火处理。环保局嘛派员到现场监控空污情形，虽然无发现有毒的气体，不过测到 PM10数值已经达到105。针对厂房内所囤放的真侪废弃物，是毋是有合法，也搁有废弃物的来源，环保局拢要进一步追查。记者采访报道。继续关心天气，今日咧东半部恒春半岛雨水会较济，北部早时也落小可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好天。咱来看分图。今日咧北部宜兰花莲高温是29度，中南部台东可能会落到34度，山区地界可能到36度以上。明仔开始受到锋面影响，在中部以北开始落雨，到拜3、拜4全台湾是拢会落雨，爱到拜5、拜6天气才会较暖和。继续来看，今年朱侪创立60周年，从母亲节加佛诞节，总统赖清德加周万安、侯友宜等人共同去参加中正纪念堂的活动，嘛感谢朱侪对社会贡献。也这副总统萧美琴是登去花莲，强调这朱侪是社会防卫重要同伴。经过这边将万人双手合十祈祷，母亲节同时嘛是佛诞节。伫台北中正纪念堂，总统赖清德甲台北市长周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等人共同出席，见证朱侪今日一假日。赖总统致辞的时表示，伊代表国家感谢朱侪对社会无私的贡献，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温暖，也让人间世界拢看到希望甲光明。慈济秉持为国教、为众生的理念。走过一甲子，每当面临灾难，慈济人的身影总是走在最前，做到最后。
副总统萧美琴是登去到租界的发源地花莲，伫情书堂甲海瑞歌志工做伙。伊指出，租界强大的动员力甲组织力是台湾全社会防卫论胜当中的关键优判。在全球各地播下善的种子，各位是台湾走向世界重要的子弹窗，同时也是台湾暖实力最温暖的名片。租界1966年4月14日花莲成立，对5角近的特公仔细节到国际非政府组织，创办人郑检法师伫活动当中也勉励大众爱入世行善。真感亲像一部大总经啊，一直呢爱随着人世间的生态去亲近，因为呢，他要走入人群，一定呢要先入世。台湾宗教发展走向组织化甲全球化，租界反映本土宗教组织对地方亲近走向世界，伫信仰多元的现代，各大宗教甲民间组织继续发挥影响力，扮演串联人心甲跨国救助的桥。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每一年的母亲节是拢会举办甲爸母洗脚的活动，今年是已经第19届了。今年200个家庭参加，年岁上大的妈妈已经101岁了。后生替101岁妈妈烫去下仔尾仔了后，放伫温水桶内，用来自医院的温泉洗脚。宜兰县号称情书甲爸母洗脚运动，今年已经是第19届七十载起，伫宜兰运动公园公园球场展开。除了年纪上大的母亲，现场还有200组家庭参与替母亲洗脚活动，无分大汉细汉参与的囝儿会当为母亲洗脚，除了表示是初体验，也大声讲我真荣幸。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第一次参加，自己洗脚觉得很高兴啊，当然高兴了。主办单位宜兰县好亲尊师联名，希望这活动将好道精神化作具体行动，提起做人囝儿爱珍惜当下，即是向父母表达爱意。所以讲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当然县政府一定要来支持甲到参加。所以讲，头个毛讲就讲明年会扩大举办20年，这真正是无简单的一个活动。县政府表示，宜兰长期推动好亲尊师的理念，这场活动已经渐渐成做宜兰珍贵的文化资产。每年的进入20周年，县政府会协助主办单位扩大举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中央扩大租金补贴，厝税一个月上济补助3600。今年内政部加强审查，若是违建甲农舍，就未补助。再来是《中国时报》。真侪遭受到性犯罪受害者，往往等到有勇气要提告时，这追究期就已经过啊。卫生部有个修法，这追究期会对受害者20岁才开始算。最后是《联合报》，美国总统川普按算拜四就会到中国会见习近平，双方是让超过8年，搁再办理中美领袖峰会。不过，英国卫报报道，这场峰会双方对对方拢无信任。也针对这礼拜川十国，咱的驻美代表卢大雷接受专访，强调台海和平甲稳定对大家拢好。不过中国到当时拢无公布川十国相关消息，这外界就理解讲，可能是因为双方的协议也敲未平。全球主义的川协会一定这礼拜上场，驻美代表卢大雷美东时间初九接受美国福斯新闻专访的时阵讲，美方这阵啊真侪届搁再声明，美国对台立场无改变，嘛指出台海和平稳定对相关的各方拢有利，包括美中台甲日本。外交部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情形及其对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情势的影响，同时与美方保持良好沟通。确保台美关系稳定深化，以及保障台湾的利益。外交部也欢迎卢比欧国务卿近期2度公开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并强调对台海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视。不过，中国甲单还未正式宣布川协会，外界伫约应该甲中美也未达成关键协议，尤其是甲台湾的问题、移动战术有关。学者分析，中国甲官方声明当作主控权，未对美方改变。不过现阶段达成双方都会当接受的协定，和中美关系行前稳定会当预测的路途，是双方共同的期待。他希望从川普的口中提到美国反对台独。
而不是过去的美国总统偶尔会提到说美国不支持台独。北京的估算里面当然是对川普有期待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的做法跟这个立场可能还是一个谋定而后动，或是以静制动。国军持续强化国防实力，美方嘛加强挺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应玉这阵提案，主张成立跨部会大虎小组，法案明确警告中共若是犯台，会受毁灭性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巴基斯坦一个小村庄的这派出所遭受到汽车炸弹攻击，凶手是驶一台拢是炸药车冲入去派出所，随后佫走一个野青的入去乌白单，尚无造成14个警察死亡。救护车甲消防车伫爆炸现场来回走动，画面上会当看到规个派出所的建筑差不多变平地，卡路机伫现场清理残骸。赶到现场的死者家属看到派出所规个如苍苍的款，更加是悲痛万分。मेरा नाम मोहम्मद नुमान है और मैं बतौर तर्जुमान MK बन्नू आपसे मुखातिब हूँ। कल रात जो बन्नू में फतेहल पुलिस चौकी पर हमला हुआ, उसके नतीजे में तकरीबन 11 डेड बॉडीज़ जो है जो कि वहाँ पे मलबे तले दब चुके थे, वो हमें डिस्ट्रिक्ट हेडक्वार्टर अस्पताल में मौसूल हो चुके हैं। इसके साथ साथ 5 अफराद जो है वो ज़ख्मी हालत में भी हमें DHQ हॉस्पिटल में।外电报道指出，自杀炸弹客先驾驶装满炸药的车冲入派出所，随引爆炸弹，所来埋伏的枪手冲入去开枪扫射，所以除了确定死亡的14个关键以外，死伤的人数有可能佫增加。另外，强大的爆炸威力也附近的面体严重毁损，至少有2个居民受伤。Emir dari Saukina iri pedua farlangaleri kirda. Iri she sedat damakausla. Demis dekere daruzir prewatle. 家己讲是犯案的组织叫巴基斯坦穆斯林圣战士联盟，是去年才甲一寡分散的武装团体靠瓦来成立的组织。根据巴基斯坦加意大利地区的研究，这个联盟除了演过恐怖组织所惯使用的自杀炸弹战术，嘛大量运用无人机来攻击，也佫导入反无人机的干扰科技来对抗巴基斯坦的军警单位。演过几60年甲阿富汗塔利班真友好的巴基斯坦，即阵态度大转变。巴国政府指控定新掌权的塔利班阿互巴基斯坦的反政府组织以阿富汗做基地来进行越界攻击。不过塔利班回应讲，巴基斯坦家己国内治安无好，甲阿富汗无关联。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5月7号，伫咧洛西亚港是二战的胜利日，照惯例会伫咧密苏科这大都市举办盛大的阅兵活动。这今年也有邀请北韩的军队。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也讲，洛西亚甲乌克兰是有看在伊的民主之下，要停火到今仔日。2026年度规模大救水的洛西亚胜利日阅兵，无往年拢会出场的装甲甲飞弹部队，只保留特技小组甲喷发彩色烟雾的空中训练室。不过，除了有参与陆俄战争的陆军队伍，挂奖章甲勋章假日。要去库斯克地区支援的北韩也派出队伍缀伫后壁。伫阅兵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发表演说的总统普廷，调工强调对出兵乌克兰会当达成有定目标的信心。Твердо уверен, что наше дело правое. Мы вместе. Победа всегда была и всегда будет за нами. 二战期间，原本也属于前苏联成员，佮为着对抗纳粹德军有重大贡献乌克兰，为着凸显甲西方国家共一条阵线，调工会被79的胜利日，改做甲西欧共同纪念7 8的欧洲日。到伫同一日，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发文宣布，已经说服到俄两国同意为7 9甲11有3日的停火。I asked and President Putin agreed. President Zelensky agreed, both readily, and we have a little period of time where they're not going to be killing people, and that's very good. And they also agreed to give 1,000 on each side, 1,000 prisoners back. 另外，乌克兰一方面接受美国的调停，一方面指控罗西亚无意愿真正要停火。Та зрозуміло для них позицію. Ми будемо діяти абсолютно дзеркально. Сьогодні вони
对于3日停火了后的和谈，罗西亚表示，除非确定永久的和平协议，那无意甲乌克兰直接面对面谈判。那乌克兰强调绝对袂伫领土问题上妥协，也就是讲双方的立场差别也是真大。公司新闻七家人朋友。讲到这新药要就市进前，拢会用白鸟鼠也是猴来做试验。伫咧泰国高城华布里府，都来咧违法用含剂咧掠猴，专门咧卖互这外国厂商，一只就花到大票100万。一群仔跳起哩厝顶，一群仔聚集伫路边。泰国中部的华富里府因为宗教因素，认为狗是吉祥甲生命力的象征，世界热闹的狗群，正做当地特殊景象，嘛互华富里府有狗城的封号。不过，狗群自由生活的背后，煞有危机暗藏。因为狗的生理结构甲人类接近，是会当做临床实验的对象。有人着说含剂甲掠，走私去其他国家的药厂实验室。We're seeing thousands of them being caught from the wild, many here in Thailand, and then illegally smuggled into Laos or Cambodia, where they are then sold to Western countries. 这种狗的学名是长尾面狗，是濒危的物种，受到泰国野生动物法规严格保护。泰国本地实验室要有当局的许可才会当掠，也是伫真空环境下繁殖，若准家己去野外掠来卖，是非法拍来行为。None of the F-Zero monkeys we received have been trafficked. They are all captured by the centre's staff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ities. 过去各国真侪实验用的狗拢来自中国，不过中国官方伫2020年下令禁止两种类出口。东南亚的跨国走私市场，全安尼变甲更加猖狂。即马一只狗的价销已经来到100多万台票。伫2022年，有几来个柬埔寨官员因为涉嫌走私狗来互美国司法部起诉。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泰国巴达雅最近掠到一个中国人违法囤大量的武器甲炸药，泰国政府按算检讨目前60天的免枪签证措施，有风声讲要缩短做30天。美国总统川普证实讲，美国针对伊朗的停战的方案，这伊朗已经提出条件，不过已经被拒绝。伊朗表示讲，会透过这巴基斯坦继续来挑衅。这荷姆兹海峡若未通，另外继续短期内恐惊也降袂落来。日本东海道线一台火车站经过卡瓦萨奇的时，哪就有人摕物件出来乱喷，造成大约10个旅客脑痛、目睭痛、身体不爽快，有3个送病院，加在是无性命危险。继续来看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一直拢是苹果公司晶片代工的大厂商。今仔有风声讲，苹果要甲一部分的代工交予 Intel 来做。这专家嘛表示讲，可能是因为台积电即卖订单实在是收济啊，佮再加上这川普推动美国制造，这 Intel 角色可能较偏向战略独臂。全球 AI 晶片需求增加，晶圆代工头角台积电稳坐市占率第1名。也毋过，即马所传出台积电第2大客户苹果公司已经甲英特尔达成初步协议，未来会为苹果部分产品代工晶片。目前完全挖靠台积电的局面，也可能进入历史。市场布局敢是安尼改变引起关注。想要去在晶圆代工的部分找 second source， 其实这才是正常的状况。不论是苹果或者是 Intel 来说的话，其实落实川普政府美国制造，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市场风声，两间公司合作未接谈判已经超过1年，最近几个月才确定正式合约。专家分析，主要原因可能包括台积电产能实在太过紧张，加上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制造策略帮助英特尔抢单，也毋过比较更顶级先进制定。台积电伫良率甲效能表现摕到市场冠军，也毋过英特尔是抢先量产1.8奈米制定，对竞争力领先。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次的 Intel 的18A 的一个制程，还有美国政府的一个补助，那么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苹果的订单，在部分或者是非核心的晶片订单。专家认为，英特尔角色较偏向战略独臂，并不是主流代工也提醒，苹果公司产品的 CPU 采用结构，甲英特尔制定并无同款。另外，英特尔伫先进制定的产能也无一定创造是未来需要克服的2大重点。记者综合报道。
各项特别条例拿甲8用人数优势通过7800亿个版本，拆掉无人机甲 AI 系统整合部分。有风声讲，这行政院可能阁提出第2批特别条例，要甲各项预算补到1.25兆。飞官穿控制衫，驾驶战机升空。母亲节这天，空军特别发布影片，讲到飞行员灵魂壮志守护家园的决心，背后是有母亲温柔的守护。我要飞得更高更远。面对中共军事协议，国军官兵坚守第一线，国防部持续提升战力。政府提出1.25兆正院版的国防特别预算，在亚联合防守威慑上告通过7800亿，引起美国国务院关心。美国在台协会 IT 就呼吁几台无人机整合式防空加飞弹防御系统，这个出来预算也当通过。对这代志，行政院传出要研究补救方案，除了考虑偏低的第2度预算，也无排除提出第2批特别条例。国防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其他的有关于商购商售的部分、委制的部分，可以回到年度预算，这个比较实际。要再提特别预算，我觉得让在野党接受的几率并不高。国人的最重视的无人载具我们的这个生产链，那可能都没有办法被完备进去。还有反制无人机的这个生产链也没有办法被完制进去。不管是追加预算也好，或者是再次提出针对商购委制的特别条例也好，这都是可行的方案。行政院还搁伫专班研究，不过在也先破冷水。不过充讲，那备7800亿是符合个人机台上好版本。有学者是讲，面对中共飞弹攻击威胁，都要加速建构台湾之盾，需要各族的强攻飞弹 AI 系统整合。不过这届互人摆渡在外，台湾防空体系无完整，恐惊无法度对付中共军演，也甲一直侵扰。不能只仰赖美国的爱国者，因为还有台湾的这个天空系统，还有强攻系列，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这个整合，这样的整合，我们知道我们跟美国购买的 IBCS 或者是 NASA， 甚至于怎么样整合台湾现有的很多的防控系统，其实非常重要。俄乌战争、美伊冲突一再反映弹药物资欠缺的严重性。学者分析，台海若发生冲突，中共一定会封锁台海，台湾是不是会当独立持久作战，都要看国防自主的能力提升。记者采访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云林一个查某学生讲，因自国中加入这卡球队，就去互教练性骚扰，到毕业读高职有5年遐尼久，最近才勇敢徛起出来检举。学校嘛已经启动调查，有民权团体是要求讲，要随停止请这个教练，嘛要扩大调查到其他的受害者。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几乎快整就是贴上。女学生讲出真相，当初做到查甫教练双手解剖掉的性骚扰动作。云林县某国立高职学校一名女学生指控卡球队查甫教练为国中到高职5年多来，几夜摆对伊性骚扰，一直到今年4月参加比赛结婚。听到其他教练向平宣导，才提起勇气向学校检举。有吧，或者是轻的动作。那时候就是会觉得说。这是正常的，然后会不会教练对每个人其实都这样？因为第一次参加国手。你身为老师，你身为一个教练，你的言行举止，你必须符合一个榜样，你不可以胡作非为，觉得有问题，一定要请他去通报，这样子。罗学生表示，查甫教练也阁会传暧昧信息，虽然感觉会惊，也不过煞唔敢甲亲戚朋友讲。目前已经知影，也有另外2位学妹也讲受害。学校表示，目前已经启动调查，这个教练也担任体育代课老师，已经调离女学生班级，由其他的老师代课。到目前学生反映的事情，目前都是只要学生因为还没接受调查嘛，所以目前来讲就是都是疑似，所以学校已经有启动调查在进行中。体育项目它牵涉非常广，还包含这个女学生的体育成绩，然后出赛的机会，我想对她来讲是压力非常大的。那所以其实学校应该要做的是立即停聘，然后扩大调查。林本基金会表示，因为教练会当影响学生的成绩甲出赛机会，应该随停聘，佮扩大调查。这个事件也显示学校性别教育有改进的空间。学校强调，进程已经召开告评会，后续会由性别委员会调查赔清。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诈骗的出头是愈来愈多，来看国内有诈骗集团是利用手机转接的功能来控制民众号码，安尼这银行卡来时就变做是诈骗集团来接的，有人的口罩都叫安尼去骗去，损失超过300万。手机是指311指再个卡电话号码。卡来电话就变唔知影号码，若是搁是美指控6指，就会跳出 IMEI 码，就亲像手机的专属身份证。若做伫号码头前搁是BB21会变做虾米嘞？就是也是隐藏嘛，不然就是变换号码嘛。打井310再拨电话，好像就可以延长。1米有听过？这我也不知道。这个台码就亲像转接功能，若是BB21米搭配手机号码，所有卡互你的电话拢会转去迄组目标号码。国内就有上班族，互人骗讲是假检警，交出建管户信用卡号顶，搁互人要求设定转接，2天互人投入260万股票嘛，互人卖出变现金，总损失超过366万。诈骗集团为了要突破银行这样的关怀的提醒，银行只要打过去这个客户的电话，其实就随着就直接转接到诈骗集团的那个人头电话。诈欺犯罪伫台湾真侪，大量案件拢出来，互法院原来受影响。就连最高法院刑事总受案量为112年7700多件，去年大大增加到将近1万件，其中诈欺案件为1300多件来到2900多件，大幅度增加的案量也互法官面临真大的工作负担。笔录的转译啊，可以多多使用各种科技设备，或是法官助理草拟判决书，也许也可以多帮法官的忙。面对法官这么多的工作负担，司法院回应已经有拟定真侪项简化的做法，为简化证据调查，扩大简释审判，裁判书制作简化，扩大婉拒离简释审理的方式，减轻司法的负担。记者采访报道。永定市全国第一大镇南投草屯镇人口超过9.8万人，今年1岁到5岁囡仔一个人一年会发2万块的生日礼金。这公所嘛表示讲，望继续来拼超过10万人，升格做管辖区。受理记者的吴先生，住伫南投草屯已经30几冬，伊讲这几年感觉草屯的经济甲人口拢有明显改变甲复苏，生活机能什么都不错啦。交通也还可以啦，只是说现在人口也比较多啦。像我最近也有生小朋友，那当然因为家庭的关系，当然也曾经会有那个念头，会觉得说，如果有机会可以迁到草屯，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其他乡镇的民众也讲，若是人解决家庭甲工作的原因，会想要将户口迁来草屯。南投草屯镇即马是全国第一大镇，实际的人口数已经超过9.8万，户数也到3.8万外户。公所讲，对这3年的趋势来看，人口数维持伫9.7万到9.8万，而且每个月稳定成长1个到200人。希望用较侪福利措施，让人口继续增加。公共造厂方面，还有财政方面的允许，所以财政的可以发放来补助我们所有的长者，还有我们所有的年轻的父母亲。交通运输方面都很进步都很方便，都很便利草屯镇的福利也特别多。镇长讲，这么用公共造产的用具加家己本的预算，除了原本每一梯4万到7万的生育津贴以外，今年开始实际的1岁到5岁囡仔，一年还佫能领2万块的生日礼金，让大家愿意生愿意饲，也用建设有限生活空间，让人口超过10万，争取升格做市，了请管府提报给内政部备案。或者建议会当用交通的优势，将草屯营造成做台中的卫星城镇。我虽然没有很好的这个就业的机会，但是我这边有很好的生活品质。好，那你到我这边住，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好，那这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地方，就是草屯镇对外交通，它是可以变成一个卫星都市啦。或者讲交通若方便，少年人来遮大了，要去城内上班也方便。若要让大家拢长时间住伫咧遮，就要有更加侪商业活动，还有强化生活技能，让大家较愿意将户口迁来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台电的考试有超过9000人报名，其中的这综合评鉴有超过4000人，敢若要录取69个上届竞争。母亲节即天，新北永和的复合高中考场有大量考生坐伫石椅顶把握最后的时间复习。虽然这几年公务人员因为调薪幅度，还有工作压力，真侪人离职。
不过国营事业有相对稳定的生产体制甲薪水，也是真侪人眼中真好的职业选择。应该是比较稳定吧，比我们那边的工作还要稳定一些。因为我们本身是那个核电厂的包商人员啊，他想说就是考雇佣人员，就是看能不能变成正式员工这样子，薪水比较稳定，跟离家比较近。透风落雨抢修电网是台电人事上的代志，虽然工作挑战大，也是吸引大量人才挑战专业转型。台电今年新进雇佣人员初次，拢总将近100人报考，招募配电、输电、综合行政等14类别，一定录取769人。今年竞争上激烈的是综合行政，4703人要抢69个名额，录取率较无2%。跨越上济的配电线路维护类别是有差不多1600人报名。到时候可能要爬电线杆啊什么的 ，OK 吧 ？OK， 对啊，因为我也不会读书，我只能做一点这种的，不然我也没什么出路啦。我们第一节大考率大概是56.5%，所以实际的大考率大概是有5200大概57人左右哦。所以整体的录取率就会从原来的8点多，会上升到14.63。台电预定7月14公布复试名单，8月7日开始展开复试。若是顺利录取，佮完成训练，一般新进人员正式台务起薪差不多38000，专职技术相关，伫做电力现场的工作，也是有电力相关专业证照。薪水有机会突破4万，对于未少求职的人来讲，这毋但是一场考试，更加是一场跳级的机会。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台北101随电马拉松拜六开班，要对1楼8甲88楼，这查甫组的是克罗埃西亚选手第1名，查甫组的是日本选手连霸。董事长江永哲也特别派7公斤的消防装备来参加，向消防英雄来致敬。一年一届台北101八关马拉松找到上场，这届35个超过5000选手伫台湾挑战为1楼直冲88楼，女子组大胜上场，到尾由世界排名第1克罗埃西亚的菲博尔佫摕到冠军。I always trying to pushing myself to give the best and to give up is not the option. I think I gave my best 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本当にきついスポーツなんで、何回も諦めたくなるんですけども。応援してくれる家族、息子の顔を思い出して、なんとか頑張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男子组同款是去年的冠军日本选手渡边良治成功卫冕。这届比赛希望向全国消防员致敬，新北消防局队员都组队参加，戴头盔、面罩、派空气杆仔，全身有36公斤来比。101董事长江永哲特别穿7公斤的消防装备参赛，过程中被甲片片喘，规身冻寒。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因为平常就有在训练，就是平常会自主全装，就是加空呼吸这样子爬梯训练。另外，原帮协理事长大师兄林志成嘛来参加，不过伊8甲35站楼的时阵，因为旧伤发作，无法度完成比赛。不过伊讲明年一定会好好练习，过来挑战。运动部长李勇原来带当人参加团体组比赛，用行动落实运动壮大台湾的理念。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英国有一个印度的西洋棋手波达纳，伊刚11岁尔，煞伫咧今年正式正做是全英国排名上界悬的女棋手，伊嘛希望未来会当比作是全世界上界强的。主神的假期，动作拢无丢除。敢若11岁印度的英国技术波塔纳是西洋棋界最近几年真出众的新人。伊伫今年4月拍败中国的技术姚兰，正式正做全英国女子组排名上悬的技术，伫全世界排第72。其实伊伫6年前才开始接触西洋棋，始动时间也5岁。伊有一位亲人的朋友送因一套西洋棋。本来要提起关乎主线机构，毋过波塔纳感觉棋艺真特别，想要留倒来做佚佗物仔。因阿爸就趁机会教伊行棋的规则。When she was so inclined, we started taking her to the tournaments. That is where we thought she got a natural interest. So we started going tournaments after tournaments, and she was enjoying it. 这
16年以来，葡萄牙有亲人的小天，一路过关斩将，打败真侪有经验的对手，已经得到女性国际大师的头衔。有咧读册葡萄牙发现，行棋甲学校真侪学科拢有关系，让伊的表现更较好。Links to so many school subjects like maths. It helps in calculation and music. It helps i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I play the violin and I play a bit of piano. And in art, it helps with creativity. So it links with that. 路透社指出，因为最近几年有真侪线顶的行棋的比赛，会当甲青训人也是电脑的模型练习，互因愈来愈高行棋。因为安尼有搁较侪技术，伫少年的时就得到真悬的地位。毋过葡萄牙并无对伊目前的成就感觉满足，伊表示伊的目标就是成做全世界上强的技术之一。公司新闻由派准备译。伫咧南韩的首尔有一场困斗比赛，今年佮鼓励参赛者会当装作无同的造型来参加。最后一场比赛是一个80岁阿公困到上路面，摕到冠军。因拢挂眼大也是太阳目镜。初二参加首尔困斗比赛的人，来到鲁里岛汉江公园，伫咧这片草地，笑日光，佮有风微微啊吹，困甲是甜蜜蜜。今年主办单位提出的 dress code 主题是困美人也是王子。这位小姐甲家己钱入去灌通的红仔内，得到最佳装扮奖。 평소에 잠을 잘 못 자요. 그래서 빨리 깨기도 하고 잠을 잘 못 들기도 하고 금방 깨는데 오늘 코알라 잠을 아주 잘 자는 이 친구를 데리고 코알라는 잠을 잘 자는 동물이잖아요. 그래서 코알라 덕을 좀 보려고 코알라를 입고 왔습니다. 这个平常时爱读册、佮爱做线工的学生，伊是扮做朝鲜王朝的皇帝，拍算要来遮好好补眠一下。 평소에 뭐 시험 공부나 이런 것들로 잠을 많이 자도 한 3-4시간밖에 못 자는데 저의 잠에 대해서 한번 뽐내 보려고 이 대회에 참여하게 되었고요. 随帮参赛者虽然看起来拢已经咧上大面，不过是毋是真正困去？主办单位会用鸡毛、摇因的手，也是棒棒的叫声来试看因有偌大的本事。90分钟比赛了后，公布结果，困眠品质上好的是一位80几岁的老阿公，第2名是工课做到要忝死的上班族。 회사원으로서 이제 매일 출근하고 이제 야근도 가끔 하고 이제 또 지금 제가 출장에 나와 있어가지고 출장 가서 운전도 많이 하고 이러니까 많이 방전이 돼 있는 상태였어요. 근데 이제 딱 여기 이제 장포자기 대회에서 요거 한다는 걸 보고 이제 저희 가가지고 내 방전된 상태를 잠으로써 이제 100% 충전시켜야겠다 이 한강 바람을 맞으면서 그래서 이제 시청하게 됐고. 운 좋게도 제가 2등이 돼가지고 지금 매우 기분이 좋습니다. 南韩是经济合作甲发展组织内面工课压力上大、困眠不足上严重的成员国之一。这项研究显示，南韩成年人实际困眠的时间平均伫6点钟13分到6点钟58分之间。这场困斗比赛用意就是在鼓励人爱适当的休困，才有法度行更较远的路。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晡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2度至28度，中部地区22度至31度，南部地区22度至34度，东部地区22度至30度。 高岛地区19度至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